大家好啊！今日係一個大日子，2026年嘅7月4號，星期六，嚟到大女嘅小六畢業典禮，非常之高興。嚟到現場，而家呢就仲尚早，而家係朝頭早9點半啫。正式開始應該係10點半嘅，早啲嚟到，期待今日睇下大女畢業典禮。好。講到呢度先，一陣再講。開始入場啦！揾到啦！喺前面呢個就係呢個。Hello， 好啦，已經入咗場啦，我已經，而家就準備頒獎禮，唔係畢業禮先啱。咁呢，我就頭先睇咗呢個入場圖，咁呢，姐姐好似有獎攞，成個畢業禮呢都會有啲表演，好似都有妹妹份喎。咁精彩，咁期待，等待開始啦。Yes， 主禮嘉賓進場。主席、立法會議員、行政會議成員陳克勤議員 ，GBA， 各位台上嘅校董、主禮嘉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家長、何天賢、袁以晴、杜柏玲、洪卓榮、歐永賢、曾凱婷、梁丹，請黃天賢同學代表接受。請各位就座。D 班嘅黃天賢，我係6D 班嘅馬成天，我哋係今日畢業頒獎典禮嘅小司儀成天。到表演時間啦！
要醒隊啦，要留意有妹妹粉㗎。係多多老師嘅帶領
心中千百滋味。今日我哋終於圓蝴蝶破蛹，飛越廣闊晴空。雖然夢未完，夜漫長，但我哋喺仁濟醫院蔡顯豪小學裏面嘅回憶，必會成為我哋前行嘅重要力量。好啦，畢業禮啦！袁雨晴，恭喜晒喎，畢業啦！耶！講下嘢先。耶！我行一行。好啦，畢業典禮已經完結啦，我哋任務完成，恭喜晒啦，袁雨晴你好，恭喜你畢業啦喎！係啊，咁啊，而家返屋企啦。係啊。好，係咁先。節目完結，拜拜。唔記得攞返把遮。拜拜。啊，係喎，我把遮啊。我嘅遮，你呢？睇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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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